274。这首诗歌哈是伫圣经提摩太前书哈第2章第5节讲，因为上帝是一个，上帝甲人的中间中保也是一个，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。这句话咧，伫迄个圣诗，你有看到圣诗正手面迄个白话字的所在有无？白话字的所在顶悬上顶悬有写着，上帝是一个，上帝甲人的中间中保也是一个就是做咱的基督耶稣。提摩太前书2章5节来，咱来唱一首诗歌，然后咱抒情来大一摆。我
歌的时阵，咱嘛是爱注意这个歌词，对咱在讲什么，还是讲伊有啥物感受，因为这诗歌吼，拢是伊的歌，就是写诗的人伊的感想，伊家己的感触所写出来。这首诗歌咱是唔知影啥物写的吼，但是这个旋律真水哇，啊，这个曲子蛮好听的，所以会记咱过来唱上来一摆，啊，听的咱礼拜中间要唱一首诗歌，咱要大声唱出来，哈。来，好大唱出来就是你好大甲上帝求嘛，哈，所以大声唱。点伫咱的心内，啊，